馬竇福音第8章，建立天國嘅準備。耶穌行嘅奇蹟，第1至4節，治好癩病人。耶穌從山上落嚟，有好多群眾跟隨佢。睇，有一個癩病人前嚟叩拜耶穌，話：主，你若願意，就能潔淨我。耶穌就伸手撫摸佢，話：我願意，你潔淨了吧。佢嘅癩病就潔淨咗。耶穌對佢話：小心，唔好對任何人講，但去叫司祭檢驗你，獻上梅瑟所規定嘅禮物，俾佢哋當做證據。第5至13節，治好咗百夫長嘅僕人。耶穌進咗葛法翁，有一位百夫長來到佢跟前，求佢話：主，我嘅僕人癱瘓咗，瞓喺屋企，疼痛得好厲害。耶穌對佢話：我去治好佢。百夫長答話：主，我不堪當你到寫落嚟，你只要說一句話，我嘅僕人就會好㗎。因為我雖是屬人權下嘅人，但係我亦有士兵屬我權下。我對呢個說你去，佢就去；對另一個說你嚟，佢就嚟；對我嘅奴僕講你作呢個，佢就作。耶穌聽咗非常詫異，就對跟隨嘅人講：我實在話俾你哋知，喺以色列我從未遇見過一個人有咁樣大嘅信心。我同你哋講，將有許多人從東方同西方嚟，同亞巴郎、伊撒格同雅各伯在天國裏邊一齊坐席。本國嘅子民反要被驅逐到外邊黑暗裏邊，嗰度要有哀號同切齒。耶穌遂對百夫長話：你返去就照你所信嘅俾你成就吧。僕人就喺嗰時刻痊癒咗。第14至17節，喺伯多祿家中治好病人。耶穌來到伯多祿家裏邊，睇見伯多祿嘅岳母躺住發燒，就摸咗佢嘅手，熱症就從佢身上退咗，佢便起身嚟侍候佢。到咗晚上，啲人俾佢送嚟咗好多附魔嘅人，佢一句話就驅逐咗惡神，治好咗一切有病嘅人。咁就應驗咗嗰藉依撒意亞先知所講嘅話，佢承受我哋嘅脆弱，擔荷咗我哋嘅疾病。第18至22節，跟隨耶穌嘅條件。耶穌睇見好多群眾圍住自己，就吩咐往對岸去。有一位經師前來對佢講：師傅，你不論往邊度去，我要跟隨你。耶穌同佢講：狐狸有穴，天上嘅飛鳥有巢，但係人子卻冇枕頭嘅地方。門徒中有一個對佢話：主，請許我先去埋葬我嘅父親。耶穌對佢話：你跟隨我吧，任憑死人去埋葬佢哋嘅死人。第23至27節，平息風浪。耶穌上咗船，佢嘅門徒跟隨住佢。忽然海裏起咗大震盪，以致嗰船為浪所掩蓋。耶穌卻瞓着啦。佢哋遂前嚟喚醒佢，話：主，救命啊！我哋要喪亡啦。耶穌對佢哋話：小信德嘅人啊，你哋點解膽怯？就起上來斥責風和海，遂大為平靜。嗰啲人驚訝話：呢個係點樣嘅一個人呢？竟連風和海也聽從佢。第28至34節，醫好革辣撒兩個附魔嘅人。耶穌來到對岸加達辣人嘅地方，有兩個附魔嘅人從墳墓裏邊走出，向佢走來。佢哋異常兇猛，以致冇人能夠從嗰條路上經過。佢哋喊話：天主子，我哋與你有乜嘢相干？時期仲未有到，你就嚟呢度苦害我哋嗎？離佢哋好遠，有一大群豬正在牧放。魔鬼懇求耶穌話：你若驅逐我哋，就趕我哋進入豬群吧。耶穌對佢哋話：去吧。魔鬼就出嚟進入豬內，忽然全群豬從山崖上直衝入海，死喺水裏。放豬嘅便逃走，嚟到城裏，把呢一切同附魔人嘅事都報告咗。全城嘅人就出嚟會見耶穌，一見咗佢就求佢離開佢哋嘅境界。